接下来还有那个供曼扎罗石，按制中的做法，所以这个方面来说，那就是我们正式在供曼扎的时候呢，就主要呢就是以怎么样的去供养啊，有所属曼扎罗和所供曼扎罗两种啊，曼扎罗所用的材料。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上等为金银等珍宝所以它上等、中等为这边有区分。所以上等的方面来说的，那就是金银等珍宝。那这些来说的，现在的这个怎么说呢？经济条件来说的，那也是还可以勉强做得到。很多人来说的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当然，这个金银珍宝这些都每天都要换，每天都要换的，那也是就是一定的会有一定的困难吧。但是呢，就是也是就是要供品一些，就是要选一些比较好的宝石，里面呢就是再加一点点的金银珠宝，这些来说的话就比较没有大的问题啊。中等为青铜等原料下等用石板、木板、光滑的平台也可以。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说的是那个曼扎盘的部分。曼扎盘呢，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曼扎盘是由各种各样的材质嘛做出来的嘛。现在就是有怎么说呢？那个黄金、白银的，就是用白银做的，然后上面就是镀上黄金的，或者是用黄金来作为装饰的那种曼扎盘。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人一个家里请一个然后就是供养的，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平常修的方面来说的话，就用各种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曼扎盘这个方面来说的，也是根据自己的条件。那这里面所讲的，如果是只有石头或者是只有木头也是可以的。我们所摆放的供堆，相当前面讲的就是相当就是铜然后就是各种的那些金器嘛，或者是现在来说的，那可能有些这里面讲的是木头跟石头是好像是比较怎么说呢，那个底基的嘛。但是呢，现在比如说如果是有特别好的玉石，那也是石头嘛，那个当然来说的话也是不会是下等的。现在如果是有特别好的玉石做出来的曼扎的话，那肯定是不会是下等的。这个我们就是看因为就是名字上面加了石头，就是完全是一个很底基的，也不用这样去想。那么就是然后就是有些现在就非常好的那种比较昂贵的那种木材也有非常非常珍贵的木头嘛，用这样做出来的，那也当然是不会是下等的。你这样去想，这个方面来说的，就主要是看怎么说呢？我们大家喜欢的，人们都觉得很珍贵的东西都是很珍贵的。那么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是要让佛菩萨喜欢，因为主要是看我们供养的用意是什么呢？消除我们自己的执着，消除我们自己的吝啬，消除我们自己的业障。所以我们觉得哪一个东西是最好，我们对这个有执着，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先拿来作为供养供品的话，那就是消除我们自己的执着，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就大家一定要知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用的就是上面放的那些怎么说呢？那个供品的部分也是分为就是上中下的区别。上等为松石、珊瑚、青金石、珍珠等珍宝，所以这些都是相当于就是你看绿松石也好，珊瑚也好，青金石也好，珍珠这些是已经是里面写的清清楚楚的。然后接下来等各种珠宝所以中等那这个里面就是也是一样的，含那个黄金、白银等等所有的这些珍宝所以呢也是可以含那个这里面就是有各种的这种那个宝石嘛，就像水晶也好，玛瑙也好，这些也是可以在含在里面，各种各样的这些怎么说呢？那个
宝石。那么这个供品的清净，有的时候说，比如说珍珠，那珍珠是众生的东西，那就是会想，有的时候就想那是众生的东西众生的身体里面呢，就是好像这个是有点清净，有不清净，就这种说法。但呢，就是这个并不是什么非常的正确的想法。主要的供品呢，就是你自己觉得很珍贵的东西，人类喜欢的，人类觉得这个很珍贵的东西，都是可以在供养的，作为供养来用，作为供品来做供养。因为就是主要的供养都是为了要消除自己的执着的，因为自己对珠宝各种珠宝都是有一定的执着嘛，所以我们自己最有执着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拿起来作为供养的话，那就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珍贵的。中等为诃子、鱼甘蔗等药物果实所以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诃子，为什么这些诃子？诃子是所有的药材里面呢，作为就是药王的那么这个诃子是所谓的阿鲁拉我们藏文里面讲阿鲁拉的那个就是诃子。所以呢，它呢就是所有的药材里面呢最殊胜的，就是在药师佛的书中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这个果实就是诃子诃子等所有的好的药材，这里面就是没有说哪种药材只是草药才可以，或者是这个其他不可以，也没有这样写，主要是好的药材全部都可以，还有各种的果实都可以的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就相当也是一个中等的供品最下等也可以用碎石、沙粒、沙粉等为所缘境，无论如何应当认真擦拭曼达罗的基盘。那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供品，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就是我们要消除业障的最大的方法，就是要擦怎么说呢？干净曼达罗的这个部分，那就是曼达罗的那个供盘是必须得要保持干净。那同样的供养的这些东西，我们不管是金银珠宝也好，供养是粮食也好，供养的就是药材也好，这些都是一定要就是保持干净的。所以就是先用水清洗，然后用藏红膏水清洗，或者是加各种的药材来清洗完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把它晒干，晒干了以后，就是里面有什么，还有一些不清净的、不干净的东西的，这些都是要清净那个怎么说呢？清洗干净，然后再拿来作为那个供养，这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自本自论着空着